酒蒸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50度的老白干儿，味儿不错。可惜就是工艺有限，没法批量生产，不然咱们开个酒厂肯定赚大发了。那奴婢岂不是每天都能跟老爷对酌小饮？那可不，自己家的酒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。那奴婢现在就想跟老爷一醉方休。嗯，你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学好呢？你成天都想什么呢？你再这样我抽你了。奴婢愿意被抽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抽你？你给我把屁股撅起来！你下次这样我还抽你。奴婢愿意等着下次。你是不是气我是吧？你快一边去，一边去！我还有事要忙。这丫头，今年的雨水多，夏粮入仓之前要好好的晒一晒。哎，对，晒晒不长虫，晒晒更健康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上一连班，晒谷不用翻。如若每天晒，幸福咱常蓝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粮食先不晒哦。云家庄的大部分人来问转让田产的事，你就回个话，就说过些时日再说。行，但是钱叔，那个云家庄的嘴就是黄鼠狼的腚，他憋不出好屁来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赶紧去！哎，得，我这二脚一搓蹬，苍啷啷啷。二女啊，哎，把那个药磨好的拿过来。对，就是这个剂量。拿着。咱们先试验一下。就这样晃，就一直晃，一直不停的晃，直到把里面的药化开为止，不能偷懒啊！来吧，好，晃吧。得给这个花露水设计个漂亮的包装，取个好听的名字呀。二女，哟，这丫头你还真实诚啊！你还摇呢？快，把这葫芦放那边去，歇一会儿。过来给我按肩。怎么给她起个好听的名字？设计个漂亮的包装呢？有了，就叫酒花玉露啊！通通用那一大扎的小葫芦装起来，再涂上颜色，有意境啊！太有意境了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，司空曙，好诗句啊！就叫酒花玉露。这小丫头小手可真是神了，她这么一推一捏，我就思如泉涌，智慧百出啊！夫君为何魂不守舍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夫人，今日见你大作，无论是文采还是字体，颇具大
家风范，堪称极品呐。比为夫真不是强的一星半点儿。哎呀，真是羞死了！夫君都看见什么了？今日在书房，无意中禀见夫人一首五言诗，依稀记得其中2句：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如此诗句，实乃当世绝品呐！这是我写的吗？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？全诗是什么？读来听听。我只见到这2句，可能是夫人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吧。哎，不记得也不奇怪嘛。有感而发，妙手偶得。夫君说的真是精辟。谁怜方醉酒，春露到秋风。这真是我写的吗？难道我也失忆了？二女，笔墨纸砚伺候。夫人，敬你一杯。此2句才是绝句。夫人，快！此等诗句，定当流芳百世，快记上。夫人大才呀！只是这些年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，能得如此贤妻，夫复何求啊！来，这一杯就当是为夫为这几年给你赔礼了。哎，对了，夫人，前几日见你被蚊虫叮咬，于心不忍，于是这几日在家潜心研制了一种有驱虫效果的香料，取名九花玉露，还请夫人题词。夫人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咱们回屋采梅吧。王子，看看，全都买到了。你这是在侮辱我呢！我栓子办事儿什么时候办砸过？哎，你知道栓子是啥意思吗？系牲口的绳。放屁！哎，用小侯爷的话讲啊，就是靠谱的人。懒得和你说。嘿，我还懒得和你们这些粗人打交道呢，是不是？卸货了啊，乖。夫人，那葫芦都拉回来了。二娘，快去，把东西都给我拿进来。夫君，这九花玉露刚刚好使吗？真的呀，夫人用了就知道了。夫人，有事儿跟您商量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夫人，自从学了骑马舞之后，好像面色越来越红润了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讨厌。黑发扎黑。钱管家，跳起来啊！跳一跳，10年少呢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受不了受不了。没情趣。哦，对了，云家那边过话了吗？啊，过了过了，他们惦记着咱们那几十亩熟田，我让人给推脱了。啊？哎
花玉露，太棒了！老爷，你还是个心巧的人呢。你喝酒了啊？酒好，诗好。就你不学好。快来，帮我把这些都装瓶啊！哎。大功告成，来，拿着，这是给你的。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快点。这5瓶是不同的香味儿，擦在身上都能驱蚊止痒。去吧，把夫人给我叫来。哎，等，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夫君，啊，今天又做出什么好诗句了？都不如意。夫君，我都怀疑那2句不是我写的。别灰心嘛，你是因为太过执着，所以才束缚了自己。夫君所言极是。自从夫君失忆后，感觉夫君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作死呀！夫人，我送你样东西。酒花玉露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神了啊！夫君一进来我都闻见了，还用猜吗？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喜欢吗？这是那天晚上我写的字，还有这2句诗。二女，过来，偷看什么呢？拿着。你抹了几种啊？5种你都擦了？你傻呀你！晚上去洗澡去啊！洗完澡之后只能擦1种。行行，你现在就去吧。去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！这傻孩子。哎，跟2女干嘛呢？哎呀，夫人，这丫头片子擦那么多酒花玉露，弄得呛人。我教她怎么用的。就像夫君昨晚招妾身那样吗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想多了。2女还是个孩子呢，这些日子辛苦她了。要是没有她的话，酒花玉露也不可能研制的这么快啊。是该给人家奖励的时候了，我就给了她几瓶，没多少。是，夫君做的玩意儿，愿意给谁就给谁，犯不上跟妾身说。唉，14岁也不小了，妾身这几日
正发愁是不是该给二女找个婆家呢？啊，夫君倒是给了个好借口。别呀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别因为这点小事害了人家姑娘啊！这你也得问问人家自己的意见呀。给她找婆家就是把她给害了，那我父亲岂不把我也给害了？让二女自己找婆家，那我算什么呀？那夫人，你误会了，真的不关二女的事儿。这个东西是我为你专门研究的，只是擦起来有些不同的学问，每个人擦起来都有不同的味道。它用了之后，我们以后再配置也好用啊。夫人，我真的是为你着想，你要相信我。5个，选哪个呢？排排坐，吃果果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宝宝不再留一个。那夫君的意思是，一个二女还不够用，要多几个丫鬟不成？那要不，妾身把城里那位姑娘也给你接回来？呀，大姐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饶了我行吗？我哪有你想的那么下作呀？我对你一片赤诚啊，简直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，天地良心。你别说什么城里的姑娘了，我连城都没进过，以前的事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这个院子我都没转全呢，我多冤枉啊你！妾身知道，夫君对妾身好，宠我，疼我，妾身都感受得到。妾身以为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，这些日子，夫君都把妾身宠坏了，怕你病好了又像从前那样跑出去不回家，怕你再也不跟妾身说话。夫人担心的也不无道理啊。一个不让自己女人放心的男人，那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男人。要不这样，咱们明天啊，不，今天吧，一会儿咱们就去城里把那个姑娘找出来，跟她说清楚。夫人，你给我支点银子，就当是给她的遣散费了。城里的房子咱们也不要了，以后呢，就跟她再也没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再有，二女真的是无辜的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但是夫人，你要真觉得她的存在不影响到咱们俩夫妻感情的话，那就给她找个好人家了吧，也别说咱们家亏待了她，是不是？以后呢，咱们家里边就找几个小老太太来伺候，年轻的姑娘就不让她来了。再有呢，别再有了，听得让人瘆得慌。这要让别人听见，还不笑话死妾身了？今天的事儿，实在是妾身无理取闹来着，夫君别往心里去。至于外面的那位马，咱王家也得给他个说法，不是？这事儿啊，夫君不适合亲自去，就交给妾身来办吧。总之啊，妾身一定让他满意就是。太好了，夫人。还有啊，二女的事儿，夫君也不用操心了。这丫头是我过门时的陪嫁，跟着咱俩一起拜过天地的，也算是咱王家的人。妾身是看夫君失意，欺负你来着。还气我，还气我，气我，真是。夫君，前些日子来探望咱的那些大人们家里，咱们得一一去拜会了。正好啊，我正想去看一看传说中的长安城呢。可是回什么礼好呢？别人可都是拿着重礼来的，这送轻了不合适，重了又肉痛。那还不简单，就九花玉露啊。不行，这些都是我的。还有，夫君以后要是给别的女人送什么东西，必须得先经过妾身，不然妾身让她好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这批都给你，回头我再做一批，留着送礼的。再把你那几首诗也烧在这葫芦上，也给他们看看，我夫人多有文采，给我长长脸。那这次就听夫君的，改明儿啊，我亲自给夫君帮工，
多叫几个下人帮忙，别把夫君累坏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们这秘方可不能泄露出去。再说这活又不累，我看就二女得了。看来夫君还真离不得二女啊！这九花玉露一出来，就先送给她了。这里面的秘方，怕是也不想让妾身知道吧？哎呀，夫人说的这是哪话呀？以后呢，家里的事儿就你说了算。这个方子呢，夫人就好好收着。以后夫人一句话，我就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好不好？我这。夫君的秘方刀法是越发威猛了。别动！此处剑气未消，非常危险，还是等我去找你吧。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此乃独孤九剑，可不是昨天的披风刀法了。哦，是妾身搞混了，还望夫君莫怪罪。不怪不怪，不如为夫就将此独孤九剑传授于你，以后你我双剑合并，剑来剑去的也好驰骋江湖，你看如何？夫君说笑了，妾身一介女流之辈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就算得此剑法，也发挥不了其威力。也罢也罢。哎，夫人今天为何没跟二女一起二呢？脸色看起来也很差，是不是这几日跟我一起上门回礼太累了？夫君不知道，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腰酸腹痛、心烦意乱，而且也不适合大动作。用卫生巾啊？何为卫生巾？你没用过卫生巾？夫君说的可是月事布吗？不哪行啊！当然得用那种吸水力超强的那种，左翻右翻前翻后翻都不侧漏的弹力贴身才行啊！何处寻得此宝？这还得容我三思啊！夫君又说胡话了。哎呀，夫人既然不舒服，今天就好好在家休息吧。程老爷子那边今天我一个人去。那怎么行？那陈老爷子性情古怪，我担心夫君一个人应付不过来。俗话说得好，程小金上阵也就那么3板斧，哪有这句俗话呀？再过个几百年就有了。反正夫人啊，你在家安心静养，卫生巾的事儿我帮你搞定。谢谢夫君。小二货，继续啊。王子豪这一集终于搞定了白酒蒸馏技术，旭儿发明了名震长安的酒花玉露。下一集，酒花玉露的成功不仅让王家财源滚滚，更是让王子豪的夫人陈雪影失名大盛，而王子豪将要和穿越前的自己在外面养的舞姬见面。姐姐，别送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快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夫人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